台灣主教會佇總質詢以避靜市政為主題，用16項指數來檢討市政的10大弊端，包括性平保護、亞太棒球村、幼兒園的設立等議題。其中擁有公共工程經濟獎肯定的亞太棒球村，佇車營啟用以後，今年拄到落雨，就出現水泄未通，被考試成為全台上大的積水容器。甚至不管環也是地雷出現動線，造成困擾。市長也家己形容為密室逃脫，加上一寡潛在設施的安全威脅，都讓議員一併總檢討，要求改善。這個球場座位滿滿，座位滿滿呢，發現人走不出去啊。為什麼叫人走不出去？你們後來就是發現伊啊起傷濟啊，起到無路通行啊。你看這橫向大家要行。沒有說來行行，所以你們把它框起來，說這裡不要坐人，改成當走道。然後後來呢，經過幾位議員反映之後，包括主席李宗麟議員也一直在反映，大家反映覺得，這樣太危險了。於是呢，你們換個方式，你們把它蓋起來。你們用布把它蓋起來，然後把它當走道。你們這樣做對吧？我就想知道啊，這是你們當初設計的時候在想什麼？橫的走不出去，來直的也走不出去，更慘的是這個，來直的樓梯的防滑條。居然可以一下雨就有人跌倒，就是橫的也走不動，直的也走不動。我就想知道你們在蓋這個球場的時候有沒有去參考其他球場？當然有啦，不過就是說有2個理由啦。第一個就是這位觀眾他有一些是穿拖鞋進去了，穿拖鞋進去，下雨天的時候會滑，這是第一個。第二個當然是那個止滑條沒有做的這個那麼的好，所以才會這樣。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都已經全部都改善了。這個叫密室逃脫了。對啊，市長有這裡去啊，你跟剛剛那講，你個局長啊，因為這個很多球場都不是精湛的。不過我跟你講，在球場啟用之前，中華職棒聯盟球團。還有一些學者專家都看過了這個就是問題，就是這些人看一看，結果球場蓋成這樣。議員鎖定避靜指數相關16項的性別保護議題，在於去年9月新營區的補習班出現教練疑似性侵一案，來檢討教育局的調查小組，曾經認定該案無成立的報告，後來透過司法調查，加以強制性交等4罪起訴，就此凸顯市府調查小組無司法調查權的弊情。台南新聞，阮籍林英光採訪報道。